無性婚姻絕對係導致另一半出軌嘅最大元兇。每次你想主動咁行埋去，佢一個轉身，一句話好攰啊，聽日先啦。你望住佢個背脊，心諗聽日咪又係咁。當兩公婆連身體嘅連結都斷埋，變咗堂屋主，出面隨便一個嘅引誘就可以瞬間摧毀你個屋企噶啦。男人出去尋歡，女人咧就出去揾一個心靈慰藉，全部都係由無性開始。如果真係想同對方行落去，絕對唔係夾硬嚟噶，更加唔好兜口兜面質問大家係咪唔夾，因為99% 嘅夫妻咧都係開唔到口傾呢個部分。你要製造一個簡單嘅開場白，試下喺一個最放鬆嘅環境，例如熄晒燈準備瞓嗰陣，平靜咁樣講一句，其實我好掛住以前我哋親密嘅日子。不過記住，講完呢句說話之後，佢可能咧會出現3個唔同嘅反應。如果佢接唔到落去，你點樣順水推舟，將話題帶入去化解佢嘅抗拒呢？如果講錯，佢個防禦機制就會完全封死，以後連掂都唔俾你掂啊！想知點樣安全破冰？留言想知，我私信個無性破冰嘅對話術俾你。